继续来看这个风台的风台目加过兰屿。兰屿早暝是吹17级的阵风，讲当地开元港的渔船，其中有7成是弄甲丙船甚至来沉船，渔民是损伤惨重，要靠无目屎。当地居民甲国军来化话，希望会当派驻人力到这个岛上协助救灾。港口的船风浪甲东岛西歪，未堪这套风大影安尼线，大部分拢已经沉船。这透早渔民来到港口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拢硬去啊！这是兰屿的开元港，行到另外一边，这渔船甚至拢已经冰船。敢若会当看到船尾也个浮伫水面上，小见风台带来透风大雨，渔民拢已经提早预防，就连锁啊拢绑过来练，也是无法度抵抗。兰屿昨暗暝风力就已经来到17级，破100年的纪录。渔民烦恼会有状况，暗时甲专工来港口洗责任，想要到用手电照落，看到渔船拢已经弄烧火，上惊的代志也是发生啊。受到风影影响，开元港渔船有7成拢风浪甲歹了了。渔民讲，这有可能是历史上上凄惨的灾情。兰屿居民看到家园被毁掉的状况，马向国军来发声，希望会当派人进驻，因为当地实在无够人，希望会当请国军来到兰屿支援，协助救灾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